大家好，最近我用 Binance 做咗一單 NEROETH Long G 倉，竟然賺咗153%回報，$500利潤。你冇聽錯，真係瘋狂。我通常會用 Binance 嘅下單面板，非常易用，設止賺止蝕好方便，風險管理一流，新手老手都啱用。你只要選擇合適槓桿，用好風控，其實贏嘅機會好大。講到槓桿 ，Binance 仲可以做到最高超過100倍，記住風險自負，每次下注都要量力而為。但當你啱啱揸正方向，回報真係會好驚人。而且依家用我專屬 Binance 推薦碼開戶，仲有額外20%手續費折扣，慳錢之餘又可以試下呢個超高回報平台。如果你都想試下捕捉爆發機會，即刻下載 Binance App， 一齊開戶，加油賺大錢啦！記得 Like 同 Follow我，帶你睇更多贏家實單。